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新任3长，包括总召林怡静、干事长林志聪、加书记长刘美山，上午召开就任的记者会，包括市长黄伟哲、副市长王思思，加多位市府的一级主管、议长郭信良，加多位民进党籍议员拢到场出席。总召林怡静表示，伫个未来一党的任期内，将甲干事长、甲书记长共同努力，以团结党团的成员，加争取其他政党合作为首要目标。我们对内要来团结一致我们的民进党团，那对外要寻求他党的合作。所以我们再来这1年的最大的宗旨就是对内团结，对外合作。那民进党现在的成员是21位那再加上我们长期的这个我们的古木哈就加入我们的党团就22位，那我们还有我们长期的盟友有杨忠诚议员，那我们会认真去寻求其他还没有加入党团的那个我们的议会同仁来加入我们的民进党团，我们去做最诚挚的邀请。对内团结对外合作。那不仅是议员间的合作，市府跟议会间、跟议员间也一定是充分的配合。那我想说，今年尤其我们知道2019年台南也是面临蛮大的挑战，不管是我们隔壁或者是面对整体台湾的这个挑战，各县市的竞争，或是面对国际的竞争，事实上都是只会越来越严峻。而议长郭信良伫个致辞时嘛表示，虽然民进党团曾经是伊的厝，不过伫个做专门的议长的时，未来将以协商来取代对立。至于民进党团一心希望新的成员加入，郭议长嘛建议，找新的朋友不如找老主顾。这是我较早的厝，既然是这的厝内底进处理，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解释，是民进党力量的延伸力量的延伸。希望我在做全民一党的时候，能够重回这个地方我心所向往的地方。他说呢，总召来讲呢，也要去寻求包括国民党也好，无党籍也好来加入。那我是给他建议，比如要找新朋友，不如找老主顾。陈玉珍议员包括那个吴东龙议员、周立宪，都是很好的老主顾。我相信他的心也是在我这边，可以多加考虑。总召林怡静强调，虽然这届民进党团成员只有21席，嘛是关市合并以来的上佳，不过加上无党籍的古木哈少，未来将积极寻求有党加无加入其他党团的议员加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台湾农特精品跨岸交流协会主办，2019轮转年货公益健行园游会活动，将伫这个礼拜日13号伫南区喜树路来举办。主办单位上午伫侪议员甲协办单位的陪同，共同召开活动记者会，呼吁市民甲身心障碍朋友做伙行出户外，互这项爱的活动更加无障碍。希望借着大家这一次的健走活动把一些我们周遭的一些身障朋友把他带出来，然后大家走一走，然后把那个发挥我们的爱心，把这些公益的东西把它推展出去爱出发有2个意思，第一意思就是讲希望咱的身障的朋友都可以走出户外，都可以勇敢的这个迈向这个社会，所以爱出发。那另外一个出发是爱的出发，希望就像我们与会的所有的协办单位一样，从爱出发，可以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加温暖。这一次在岁末的时候，我们的协会特地带来了温馨，也带来了爱心。通过我们协会的号召，很多的协办单位他们也愿意站在一起。我想，
在岁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快快乐乐迎接一个新的年，那过这个就是旧历年。那当然我们有看到，在就是一个角落里面有一些人也真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关心呐。13号的公益健行活动，对上午8点开始，全程大约3.2公里。只要全程行完，主办单位佮准备丰富的礼物，有米、关庙面顶。另外，现场佮有爱心园游会，民众只要行完全程，或者购买原油券，等于参加摸彩。离原油券的所得10%甲公益义卖商品金额，将全数捐予社团法人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甲台南市的脊髓损伤者协会，邀请市民做伙来做爱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社区大厦结合和顺国中今年特别组成精英班社团，利用一学期的时间，积极走访到台江地区内底每一个庄头，了解到在地人文故事，并且借由老师甲学生共同书写的方式，做伙同心协力出版了这本《和顺庄博物馆手册》。学生透过这实地学习的过程，学习到真侪课本当中无多知影的知识，也成为台江本土文化教育良好的典范。这一次参加这个社区博物馆的活动啊，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学校在社区里面需要社区的资源，那学校也是社区的文化中心。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让孩子可以亲身的到社区里面去采访，并且把这些采访的内容撰写成文本，那最后可以出版这一本的导览手册。我觉得孩子在当中收获很多。特别之后，我们还设计了不同的闯关的关卡，那让这些孩子当关主，也让更多的孩子可以来认识我们的家乡。我觉得这个是有别于传统的课程给孩子的一个教学，那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伫咧编写社区博物馆手册以及准备游戏协助台江社区博物馆日的活动，这个过程拢互学生实际体验，也互因得到成长。一开始知道要当社区博物馆日的馆主的时候，觉得很新鲜，但是也觉得很紧张，因为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然后在这过程中，就是去踏查，然后到就是那个文章出来之后，然后要去背那个文章，然后还有做海报的时候，就是都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这组都乐在其中。然后在12月15日当天，我是担任解说者，那时候第一次见到在这么多人面前，然后要把那些稿就是要把它背下来，然后在他们面前当场解说给他们听。我那时候脑袋完全空白了，但是还好有旁边的老师和同学鼓励我，让我有信心完成这个活动。振兴本土的文化教育一直是社区大学近年来要发展的目标甲信念。嘛，因为要让本土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一定要有较侪新世代学生加入，才会当来完成。推动大别兴个要营造一个文化的、生态的、健康的台江城市。很重要的就是整个台江的知识文化是要让老中青三代共同去共笔书写，成为台江学的内容。所以这件代志非常有意义，就是讲，咱个5当是台江建庄200当，咱和顺国中会当甲这囡仔吼，大家做伙，阿公阿嬷，甲咱的爸爸妈妈，甲咱的小朋友吼，做伙来写这个故事吼，会当讲就是学习，就是传承吼。所以文化要传，爱靠咱少年辈来参与。和顺国中伫咧经过一学期的教学体验了后，感觉学生得到的成果拢相当丰富。也因此，校方决定未来会继续安尼本土课程，结合着行动学习课程，来制作更加侪在地文史的影音影片，互台湾的文化会当记录落来。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画面上的大人囡仔拢无用咧采收高丽菜，因的骹手看起来真生疏，迄是因为因受到网络上人气直播主林阳俊的号召，第一届来到菜园仔来收成。因为剩下的高丽菜园内底高丽菜销袂出去，为着要协助在地农民，人气直播主林阳俊就包下整个高丽菜园，
并表示要将菜园内底各类菜拢送给伊的粉丝，安尼善行，互菜农感觉非常感动。我我拢有咧看伊的直播啊，我感觉伊嘛做有爱心的啊，系啊。是毋捌甲买过物件，毋过我拢会甲分享啊。阮家己嘛有组一个社团的对啊，系啊。伊也算阮国中的学长啊，系啊。我也想拜托伊斗相共啊，我阁有甲私讯伊的粉丝专页，阁伊的赖的群组了对啊。我是拍迄个九九高丽菜啊，因为伊这拢算番啊，伊的菜算上歹，因就无爱收啊，卖相上歹，因就无收啊。拥有着15万粉丝的直播主林阳俊，也伫咧现场开直播，以着一粒20块，俗俗的介绍来卖各类菜，并呼吁大家做伙来帮助台湾在地农业。就因为刚好那个朋友在线上打广告，我们就想说不然就把它包下来，然后顺便做公益这样子，然后带员工出来走一走，拔个菜这样。给咱差不多这个几多大片？就其他剩下的还有2000多颗嘛，2000多颗都把它买下来这样子。直播主林阳俊也来表示，伊透过家己的直播频道卖过真侪项物件，但是伊卖各类菜这是第一摆。伊也认为这款的善行真有意义，真欢喜有机会会当尽家己的力量来帮助在地台湾的农业发展。咱新闻网找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讲到这本《互相关公护照》出版已经是第17档啊，相当难得。嘛，因为当中配合的单位多年来拢明显感受到上机甲效果，所以除了寄出的好康愈起人，嘛，互每一档的护照拢至少2万本的发行量。理事长尤义峰表示，今年护照包括美食、饭店、交通、古迹、甲休闲娱乐等等的折扣，起达将近6000块。不过一本维持1000块有走，当中甚至有免费的大饭店、甲餐厅拍对折，甲啦大价价对合。第17集的观光护照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在交通方面的话，有统联、公车还有双层巴士都是5折的另外在住的方面有好几家饭店都完全是免费的，还供应2份早餐在这个古迹方面，我们有提供2张古迹票在小吃方面，我们也提供100块的免费再来的话，最大的亮点就是那个餐厅，我们有4间餐厅的话，供大家使用，全部都是5折的配合。第17期的观光护照对107年底就开始发行，一直到108年12月31号为止，所以民众在把握机会，不管送礼、自用拢真适合，而且愈早买愈早享受。若要送外县市的朋友，买当成为行销台南的观光大使同款。你们如果要买观光护照的话，可以到统联客运、全家超商，还有易游网、易辉网甲雄狮旅行社，现在就可以开始买了，买了就马上可以用
啊，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打观光协会的服务电话来询问。根据了解，过去各县市拢杀观光护照，不过现在只出咱台南各有咧发行，嘛互理事长被称作观光护照之父，成功将台南的观光推展到全国打响知名度。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现在人常常利用花草来布置厝内，如果是到了过年的时阵，嘛会准备侪侪有吉祥含义的花草。亲像会使常常看到金桔仔好彩头顶顶，甚至还有象征先人人客来到的仙客台。这色彩丰富的花，通常拢只有过年的期间才有。七甲区花卉产销班的班长黄义斌表示，如果民众现在想要采买过年相关的花卉，嘛会使到七甲的花卉区看卖。我们一般过年期间最多人会买的就是球根花卉。球根花卉有水仙花，还有风信子。郁金香，这一些都是球根花卉。那比较特殊的还有球根海棠，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立格海棠，还有我们常过年会买银柳，代表台语的银柳，银柳家里很多银柳都代表家里会很有来年会很有银两，会很有钱。那再来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过年大家都为了喜气都摆一个凤梨花。我们现在观赏凤梨种类繁多都是我们过年期间适合摆设的花卉欢迎我们民众在假日或平常可以到我们归仁七甲花卉区来逛一逛，顺便把家里装点成比较热闹，比较有喜气。位伫归仁七甲的花卉区，是现在台南上大卖花的所在。不管是想要找什么款的花，伫遮拢有机会找到。业者嘛欢迎所有的民众有闲就会使来遮行行看看。随着过年的脚步愈来愈近，如果是想要伫过年期间厝里嘛有特色花草来装饰的话，嘛会使多多来采买遮过年限定的花卉。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讲到啉茶，可能大部分的民众拢知影手摇饮，但是现在伫中正路就有一间利用老厝改造的茶堂。这两位少年人因为过去爱啉茶，所以最后嘛接手这间充满特色的茶堂。因店内所使用的茶叶拢是有机的，拢是经过因的努力甲坚持。因商品的 logo 嘛得到德国红点设计奖甲经济部的经典设计奖。店内装潢嘛特别运用甲一般店家无同的风格，二楼的空间嘛使用竹仔配合光影，将整个室内的空间打造成为互来啉茶民众一个放松的所在。伊嘛希望透过安尼亲像咖啡馆的模式，互国内外的人客会使更较了解茶的文化。我们希望客人进来到这一个空间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会慢慢的跟外界有一些隔离的，然后慢慢的他会感觉到自己的心是平静的。那在这边，也许他有1到2个小时的时间，他去好好的喝一杯茶。那也透过这个机会，我们去跟客人做一些比较仔细的介绍。也许他过去有或没有喝茶的经验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这过程中，他慢慢的对于台湾茶的理解跟认识会越来越多，甚至于是他把这样子的茶开始放进到他自己的生活里面。现在店内嘛运用空间展示陶艺家的创作，同时业者嘛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甲艺术家甲各社区合作，希望透过茶堂的空间，推广更较多台湾特色的产品。我们希望说，也透过这个空间，跟很多的客人去分享到我们自己去找到台湾的各个社区他们的工艺品，那甚至于是不同的陶艺家他的风格，慢慢的这些东西它进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形塑成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风格。如果想要熟悉更较多茶叶相关的知识，或者是要找一个所在放松啉茶，相信这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喜爱啉茶民众有闲嘛会使来这看看的。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因为村内的彩绘甲正经的沙雕展，互尾沙到这个小渔村，成为侪游客来到北门地区会拜访的景点之一。如果是伫秋冬的时阵来到这，就会使看到当地侪民众家中拢咧拍鱼仔。这是秋冬才会有的土特鱼，规条的土特经过剁头切片处理过后，嘛会根据民众的需求，看是敢有需要抹盐。传统拢是利用手剁。但是现在画面当中的渔民是运用机器来切，除了会使将鱼仔的大小控制了同款以外，也会使避免鱼肉互费用较无好看。鱼仔的过程吼是安尼，咱买转来，
买转来啊，迄个处理哦好势啊，生意也毋准空，安尼啊，要食拍的就拍，啊毋食就毋拍的就爱迄个无拍安尼，啊真空开安尼放食一年也无要紧。土特鱼真正好食的原因就是伊的油脂，所以渔民嘛提醒民众，伫选择的时阵嘛会使用手摸看卖。如果油脂丰富，摸起来就滚滚，无就是爱选择会使信任的渔民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以阮去咧拣的时阵吼，拢举迄签啊，甲伊签看有白肉有油质无？看鱼啊，都迄个用手甲摸看有油质无啊？安尼甲订就看滚滚袂啊，滚滚就是有油质啊。安尼甲画就有滚滚无？土特鱼不管是用蒸的也是烘的，拢非常美味好食。所以想要品尝营养丰富、佮好食的土特鱼的民众，千万得要把握现在。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